慈善一點通，主持黃曉霞。大家好，今日又嚟到慈善一點通嘅時間，我係黃曉霞啦。咁我係藍迪通顧問有限公司嘅創辦人啦。咁多年嚟都係從事慈善機構嘅管理人員嘅工作，而家就係幫慈善團體同中小企做一啲諮詢嘅顧問工作嘅。咁今日咧，我哋就好開心，就揾咗個嘉賓嚟。咁啊，公司名叫做無疆界體育學院。創辦人阿 Gentle 阿許正道先生嘅 Gentle 你好，係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上集咧就講到籃球點樣去將自己嘅帶出由去到一個好安舒區嘅地方啦，又遠離呢個精神健康嘅。咁今日我哋再突破一個叫球場嘅環境，睇睇有冇啲新玩意咧，可以俾我哋啲都市人咧放鬆壓力啊，忘記下一日嘅讀書啊，生活緊張嘅氣氛嘅。咁啊，飛鏢咧就令我諗起一樣嘢，諗起咧當年落匹啊、識女仔啊嗰啲片段，唔知係咪睇電視睇得多咧 ？Gentle 啊，咁啊，不如你又介紹下手上嘅飛鏢啊？我見到有3支白色嘅飛鏢。係啊，大家好，我係無疆界體育學院嘅創辦人 Gentle。咁飛鏢運動咧就我哋學院其中一樣主力推廣嘅非主流運動嚟嘅。咁我介紹下先啦。咁咧睇到鏡頭嘅觀眾會睇到啦。咁咧首先我哋就分後面咧呢個叫鏢翼，然之後咧就會有個標桿啦、標身啦同個標頭嘅。咁你見到咧個標頭咧就唔同我哋以前諗嗰樣嘢啦，可能有啲唔同啦。以前覺得係支針嚟噶嘛，佢拮落啲水松木度咁樣嘅。咁而家咧佢就係一支膠嘅頭嚟嘅。因為咧近年咧就流行咗掉呢個電子飛鏢啊，咁我哋就俗稱做軟鏢啦。咁以前嗰啲就叫做硬鏢啦。咁可能大家都會見過喺啲地方度會有啲好大部嘅機啊，有五光十色咁樣嗰啲電子飛鏢機。咁因為佢好多呢啲機咧，就令到人嘅門檻低咗，就會可以去試下喎。佢又好似又有燈又有聲咁樣好好玩喎，就過去入5蚊去試下玩下啦，就多人去玩呢個運動就流行咗咯。入5蚊啊！幾多年前啊？呢個係到而家都係嘅，到而家。而家都係啊，係。咁如果你做呢一個業務啦，我話咁係咪一定係好叻？通常我就覺得一定好叻嗰樣嘢先會做嘅。咁你咪好叻飛鏢咯？唔係，即係又唔係話我點樣好叻攞完世界冠軍，跟住就翻落嚟教啦，唔係嗰啲嚟嘅。咁啊，我自己都係以前都係喺酒吧度見到嗰啲機啦，就同朋友去試下，跟住去玩下。咁玩下之後就覺得，其實自己掉都可以慢慢掉得越嚟越好咯。即係當然唔係好好啦，對於俾自己嚟講係好好啦。咁跟住我就覺得，其實好似都幾好玩啦。咁就開始仲參加咗一啲聯賽啦，即係好似英超咁樣，你會有好多隊，跟住又對下，最尾睇邊個鬥高分就有個聯賽冠軍咁樣啦。咁就發覺其實佢個性質比較似係一個運動競技多啲，就唔係 instead of 一啲酒吧嘅遊戲，其實都係一個競技性好重嘅嘢。因為咁你比賽又要好高度集中啦，咁又要同對手去鬥智鬥力啊，又要同隊友好緊密嘅合作啊，先做到嗰件事情。咁所以就覺得都係一個好好玩嘅運動嚟嘅喎。咁我自己本身就唔叻嘅，即係我有玩嗰啲聯賽，但係又唔係贏啊，又唔係咩嗰啲。咁不過如果我哋將佢睇做運動嘅精髓就係，就算你唔使好叻，你都可以享受到個遊戲㗎嘛。即係你可以喺下面打下羽毛球，你平時喺屋邨嘅，你唔使望都打下，或者將石台打下乒乓波啊，你就係享受嗰個過程同人玩嗰個溝通同交流同埋玩嗰樣嘢咯，就唔得好叻先至。哇！我一定要點樣世界冠軍啊咁樣嘅。咁呢個飛鏢嘅比賽叫全名係咩？係咪一年得一個比賽咧？唔係㗎，好多㗎，有好多唔同嘅聯賽嘅，即係可能機見過唔同嘅款啦，咁唔同嘅機佢自己又會搞一個聯賽，咁總之你會集合到一班人就可以玩到個賽事，佢就會幫你分到呢啲邊啲係叻啲嘅，叻啲嗰啲可能叫 A 揮，跟住 B 揮、C 揮咁樣，就睇下你係邊個級數，就同啲差唔多級數嘅人去玩啦。因為而家有啲電子卡可以幫你計到分，即係你平時掉到啲咩分㗎嘛，咁你唔會做馬之前做到自己好渣咁樣，咁人哋知道你係叻唔叻㗎嘛。哇！而家都進步好多，因為我印象中咧鏢咧係金屬嘅喎，喺我印象中入邊係咪啊？都仲有少少，而家中間都係嘅，都前面就唔係嗰支好尖，會好容易拮到人嗰啲，所以就多咗好多人都可以玩到咯，接受性都高咗咯。咁有冇啲咩傷害性咧？如果好遠射落去，會唔會又會整親人咧？都好難，即係例如我要可能離遠，我真係蓄意想傷害一個人，當暗器咁樣去
飛埋去嗰個人隻眼嗰度啊！哇！佢見到佢接到咁，即係同埋佢又首先佢唔會吉。咁如果你要咁講，好多嘢都做到嗰樣嘢添，即係你一支叉你都會令到人受傷啦。呢個就已經係非常之低嘅傷害性，即係就算如果係掉我身體嘅話，你離遠掉到，真係唔小心掉到啦，咁都係痛哎呀咁樣，又唔會係流血啊點樣咁樣。哦，我都有玩過，不過我玩嘅時候咧就會整攣支標咯，係啊，係咯，所以證明佢係淋過你嘅，你係令到佢淋嘅。好，現場觀眾啊，聽住啊，我哋今日都有個豐富嘅禮物咧，就係由無疆界體育學院送出嘅會籍一份，咁啊會籍入邊咧都有運動嘅學習啦，亦都有課程嘅優惠，仲可以送到南華會嘅會員費1年俾你嘅，咁啊真係抵到爛啦！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就可以答一條問題我就轉頭先會話俾大家聽係咩問題啦，賣個關子先。咁啊 Gentle 啊，都不如又繼續關心下、了解下、學習下標啦。咁我想問好多計分方法㗎喎，其實點樣計咧？係咁啊，主流比賽咧就有2種玩法啦，一種係叫01，一種係叫 cricket。01咧就聽個名就知啦，佢就係有乜01、301、501、701，即係好似人哋封啲利是嗰啲01咁樣，總之佢就會計嗰個分數咧，然之後倒數落去，即係例如你掉701分，咁你就會一路掉啦，佢就會倒扣翻落嚟。例如你掉到50分，就會變咗651，再掉到50分就一路扣落去，扣到咧你要去到最尾啦，啱啱好埋到為止。即係例如你原本你仲有40分，你掉咗一支19分，你仲有30分啦，就掉啲19，仲有11分。咁跟住你就要掉到 exactly 11分先至可以完成到個遊戲啦。如果你掉到12分咧，佢就會變翻30分，你要由頭再嚟過啦。即係唔係由30分開始再掉過？哇，好似好複雜咁樣喎。係啦，你啱啱好埋到個標。咁 cricket 咧就係2個人一齊玩嘅，佢就有特定幾個分數掉先有分嘅，係20去到15分，同埋嗰個紅心嘅位置。咁你掉到同一個分數3次之後，例如20，你掉到佢3次啦，你就可以開始攞分啦。咁而人哋咧就唔可以喺20嗰度攞分啦，佢就要開過一個新嘅19去攞分，咁就要大家鬥智鬥力睇下我啲分數贏你好多喎，我可以將其他嘅位都封晒佢，令到你攞唔到分我就贏噶咯。咁人哋又會諗另一樣嘢啦，我同一個分嗰度我攞多幾分超越你，咁你咪唔得閒去封我咯，咁就好鬥智鬥力嘅。哇！咁個腦筋要轉得好快，同埋相當之清醒喎。咁當然都有一啲係比較初學者可以啱玩嘅，叫 count up。我哋好多俾啲新手都係玩啲遊戲嘅，就係純粹加分嘅啫。咁你每個回合掉3支標，掉8個回合，就一路將你個分加上去，邊個高就邊個贏啦。咁呢個就好 straightforward 啦。哦，咁係咪咧？掟標係掟去中間為之最多分呢？其實唔係嘅，佢係有分咧，即係有2個圈，即係一個標靶，佢出邊有個圈，跟住中間仲有個圈，出面嘅圈咧會成2倍嘅，將個分數入邊嗰個細圈咧會成3倍嘅。咁佢由1到20咁樣去唔規矩咁樣排列啦，所以理論上最高咧就係20乘以3嗰個數咧就係60分。你掉中間個紅心咧，而家一般都係玩中間係50分嘅啫。哦，所以就係。其實最高係高60分，中間反而係唔係最高分嗰個？唔係最高，但係佢最容易掉，同埋佢個位最大，所以一般你都最容易係會掉50分。啲人發揮穩定嘅時候，都一般係會喺嗰度攞分，而唔係我淨係掉60咁樣，因為佢會容易攞到啲渣嘅分數啊。佢隔離係1同5嚟嘅，所以你就會掉到啲好低嘅分數嚟。如果掉唔中嘅話，咁都係可以一班人玩噶嘛？係咪啊？係一個人又可以玩，一班人你多到可能最多可能一次8個，都唔會太多嘅。即係8個係同一局度玩。係啦，即係分4隊，每隊2個人咁去玩，但係一般可能都係1到4個人玩嘅啫。其實好啊，咁啊現場朋友咧，如果有興趣飛標嘅，可能繼續留意下一環節啦，亦都繼續聽阿 Gentle 講解咩叫飛標啦。咁如果現場觀眾可以知道想知道 Facebook 嘅頻道咧，都可以嚟到新城咧like 同 share 我哋嘅 Facebook，咁就會更多人咧會收聽到我哋嘅節目嘅。咁我哋第2集再傾。